信后分享所关心嘅除夕下诸位客家亲新闻，硬系迄里里。先前大家就讲，清明连续假期系防疫的关键。不过呢，当到乡亲朋友就讲，也嘅清明连续假期，当到人系出去瓜子，还看有当到嘅民众系讲了日出去老了，出去行了了嘅。故所呢，也嘅指挥中心早晨差唔多当周边呢，就发布为也嘅灾防嘅防灾细胞建信，来提醒讲，也还有当到托国内有名嘅景点，去老了嘅人潮实在当到。故所提醒托阿里山、花莲也种也是诶，另外元嘉南、高平地区也掉，尤其国内有名嘅景点，实在要保持社交距离，提醒大家要带遮嘅咩。故所也系为了防疫，一个指挥中心系头一摆来发嘅一种嘅建议，一下指挥中心就要来开记者会嘅，接下来看。那这7例里面另外进入那1例本土个案为40多岁的男性，那按352，那近期没有出国史。3月30日出现发烧症状，至诊所就医。4月1号因味觉及嗅觉的丧失，那再到同一家诊所就医。那隔天到医院就医，收治住院，并采检通报。那确诊那个案独自居住平时活动以住家及工作地为主。那相关的疫调跟消毒也正在进行中。那今天新增的6例境外移入的个案是2男4女，那年龄介于20多岁到60多岁，入境日介于3月15日到4月2日，发病日介于3月16日到30日。那这进来最主要还是在美国有2例，然后剩下就是瑞士、德国、英国，还有一个那个大家所知前几天有相同的个案的秘鲁团。那加上1位本土的个案。那350按350 3月12号到18日到美国工作。那反国是因案197及案202这2位事实上我们在美国探亲的夫妻，那搭乘同班机，故列为接触者。那按350在居家隔离的期间，于3月30日出现轻微的腹泻，4月1日出现闷痛胸闷，4月2日居家隔离结束后自行前往医院就医，并采检通报，那今日确诊。那按355于2月20日到3月25日参加南美旅游团，就前面讲的跟259、331同团，所以列为接触者。那居家隔离期间4月2日由卫生单位安排采检今日确诊。那他是没有相关的症状。那这一团里面总共有3位是确诊。那其余4名的境外的移入的病例都为独立的个案。那大部分就是就学或者是工作这样的一个个案。所以今天这7名的这样个案里面列在我们的居家检疫的有3位，居家隔离的2位，那在机场采检到的是1位那自行就医的是1位。那总共我们大概现在还是355人确诊那50人解隔离。那这2天连续的假期我们发觉有一些的景点人数非常的多那而且在安全的距离就我们的社交距离看起来在很多的影片相关的记录里面看起来都没有办法维持得很好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也特别也发了一个透过我们这个灾防告警细胞广播传染病警示系统发了2则那一个是针对一般的景点如阿里山森林游乐区、花莲东大门夜市、嘉义文化路、台南关子里虎头碑、乌山头水库及湖境度假会馆等的一些风景区那高雄新达港、旗山老街、云林北港、朝天宫等我们要发出这样的一个警示希望他们能够如果现在还没去的大概就不要去那边人挤人太多人。那另外一个是针对南部的一个垦丁垦丁的人也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也提出这样的一个警示希望已经去的人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社交距离要不然就一定要戴口罩
好，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如果现在还没有去或没有准备去的时候，那就不要去人挤人了哈。那所以我们也特别也跟地方政府也发了有文希望对于在这段时间里面平常就要也要注意像不管是一个旅社的登记、量体温、地区的消毒各种的警示那我们的一些小吃店或餐厅里面怎么样这样子维持一个距离，或者有一个区隔板等等的相关我们所宣布的事情，也请地方政府能够加强的督导。好，在此还是要认为，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等于是一个连假大家出去散心，很好，把心情放松来，但是不要放松了我们的社交距离跟戴口罩的必要性。好，毕竟大量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它还是会带来一些的风险。那另外好像有人在问到，就是说，好像就是说我们过来以后再扩大给这样的一个卖口罩，就不再给药师相关的补助，没有还是一样是有补助。那我们有一些相关的计算的方式。然后第二个就好像说药师觉得好像有一些药师在抱怨，那大部分人是没有，有些人可能不是很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有一些抱怨说他们以前相关的补助的800块好像没有领到。那事实上是在账面上面，我们大概会根据大家的申报，那所以会处理大概4月8号到5月上旬，等3月份这样的一个申报上来以后，上面做一些的加减账。那大家也知道，就是说我们大概是800块嘛，那其实那个口罩本身的费用是比这个补助的费用要多很多。所以在现金流上面没有问题。那等到申报出来以后，那账面上就会清楚，所以也不用担忧。那现在有传说有一些这个大陆制的耳温枪好像在美国被 FDA 下架，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不过有一些网络在传说要做一些不准确的这耳温枪等等的。那但是呢，台湾在这个厂牌它是什么爱邦耳温枪在台湾并没有这样的许可证。那台湾总共有耳温枪有72张的许可证，那13张是大陆的是中国的。那另外大家进来讲就是说，我们到底我们未来的一个口罩到底够不够了那今天我们大概上整个在第3波的预购，大家知道第一波我们大概有99万7千人，将近100万人；第二波156万人。那这一波第3波，会到今天的到昨天晚上的8点总共的量199.6万人，那将近200万人。那这些量都一定会够。那我们在从4月9号开始实施这样的两个礼拜有9片，那小孩子有2个礼拜是10片，这样的一个政策里面，我们准备的量，一定会够。那这个量里面大致上可以满足在2个礼拜我们大概全台湾的人口有85%的人，都可以拿到刚才我讲的这样的量。不管透过是药局或者我们这样的一个是那个这是我们的。等于是第2代吧实名制2.0这样的一个制度里面，我们的供应量是有那样但是呢，大家在排队可能还是因为在卖的有6000多个点所以每一次还是维持着这样一个大人是200人份，小孩子40人份这样子不过大家不要都挤在同一个时间去买，那这样就会排队就会比较辛苦。第2个礼拜买，我相信就已经是非常的轻松。不过我们是准备大概应该是说应该更详细，我自己算起来大概是84.2%的人，都会至少会拿到14天9片或14天10片的小孩子，所以量是一定够，量是一定够。所以大概今天跟大家报告的事项到这里那好像我们这个高铁或台铁有一些事情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吧？有没有？好，来请那个次长
是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指挥中心在4月1号有公布 COVID-19 的一个应指引那也指明大众运输系统如果不能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那就禁止在大众运输系统内用餐。那高铁跟台铁依据这样的一个指导，所以已经在4月4号公告。那从明天开始，台高铁都会调整车厢的服务内容，全面暂停列车上的高铁便当、台铁便当、推车饮料、食品及车上的自动贩卖机也会停止服务。所以希望大家为防疫需要，如果真的有需要，车站上还是有贩售，但是希望大家买的时候是在车上不要用食，带下车之后，适当地点、适当时间再来服用。好，以上是交通部的一个说明。好，谢谢次长哈。那大家有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部长好，自由时报问一下哈，我们今天这位本土感染案例哈，那个352，他目前还找不出感染源，那这应该是我们国内本土病例里面首次出现味觉及嗅觉丧失的个案吧？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做过国内300多例个案的这个症状研究，他们说这味觉嗅觉丧失全部都是出现在欧美返台的人身上，境外移入才有，这应该是首次本土个案中出现这种症状吧？想问一下说，目前这个疫调怎么样？然后有没有可能是说他是被境外移入的人传染的，或是怎么样？因为我看他也是独居，所以想了解一下，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你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情报哈，让我们有一个方向可以选。那相关的医疗情况是不是请宗副跟大家说明一下？大家好哈。那这一位40余岁的男性，那他也没有国外的旅游史啊。那他是从3月30号开始出现，晚上开始出现发烧的症状哈，所以他就去某家诊所去就医。那第二天并没有去上班，就待在家里哦。那到4月1号就再去就医哈，所以就医之后，那这怀疑就采检了哦。那目前因为他主要是在住家跟上班的地方是主要的可能的暴露的场所啦。那所以现在有匡列大概是9位的接触者啊，那还在做进一步的疫调，就是说在目前的确还找不出可能其他的一个感染源，那也正在调阅他工作地方的这个就是监视器的画面啊，那还有就是了解说他有没有接触到一些可能的从国外旅游回来的人，那所以在目前为止，我们还在继续努力啊，就是说早上我们的防疫师也到他的职场这边来做进一步的一个疫调，那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会再跟各位公布，谢谢。不好意思，联合报这边提问，想要问一下说，因为有专家在指出说，其实随着疫情这样推演的话，其实我们疾病的表象会越来越多元。那指挥中心这边虽然有就是针对这个通报定义去修正为，就是不论症状，只要医师有高度怀疑就可以送验。但是其实医师还是比较容易会去忽略一些非典型的症状。那专家就有在建议说，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说，只要这个人身体不适就医，那我们通通都采检。如果有我们目前的采检量是有可能做到的吗？那接下来是说，因为这几天其实民众到这个廉价到观光景点的人潮，我们都有就是在一些画面里面看到。那我们想要问一下指挥中心这边，对于廉价后我国的疫情的趋势有没有做一些推估？那以及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讨论到，就是说居家检疫14天的人，在出关前我们要去再多一次的采检，这个部分我们是否已经讨论了？以上，谢谢。好，大概我想就是说，全部大概还是有一点困难的哈。那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症状能够扩大的一个认定提高相关的警觉那是应该的。然后第二个，对于这种
停止之后，我们的自主健康管理，我想我们会要求的更完整。那第二个，我想说能够在做，就在居家检疫要完成前的时候，其实要解除这样的一个居家检疫的时候，必然要对这些人应该要有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就是一个在 review 了再了解一下这段时间是不是有一些症状被忽略掉了这些情况，因为他可能在14天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的相关的，我们对很多，就像刚才我们的记者朋友提到说，那时候的嗅觉、味觉可能那时候警示不足，可能那个时候他有那个情况，那现在过了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可是那个时候有那样的一个症状在，所以那时候就没有，就比较忽略这情况。那14天后有一些新的症状出来了，那可能要再去把它，就 review 一下，说这14天内曾经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那可能是新的。那可能在这一类，可能就要把它列入我们的一个在解居家的情况下，去解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的情况下，可能那个部分我们会来做更进一步的裁剪。不好意思，喂。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最后一个当然讲说，这过后会不会疫情会起来？这是我们也是在相当的紧张、戒慎恐惧。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说发了相关的一个细胞的简讯。希望在这段时间放轻松之后，那个社交距离跟口罩一定要注意戴好。来。不好意思，东森提问，想请教一下就是台北市有一家旅行社有公告说有名主管确诊，因此停业到4月3号。外传他就是和之前按291喝过咖啡，所以才确诊，是否有这样的事情呢？那这个医院附近员工，我们去采访，他是说经常这个确诊个案常到外交部去洽公，那疫调是否有掌握到这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想请教说，因为有网红自称确诊，而且有拍摄所待的这个负压隔离病房的状况，甚至还接受了就是其他网红的网络采访。那这个部分指挥中心怎么看？是这可以曝光的吗？谢谢。好，一下指挥中心的记者会限定嘅进行，只有一下清醒嘅公布。指挥中心今日有公布嘅关于新增加嘅7例病例，故说错别系348例病例，韩国今日有新增加嘅7例确诊病例，一下全台湾总确诊人数来到为355嘅案例，其中呢7例当中有6个人也都系对境外驶入来嘅案例，其中有1例系本土嘅個案，一個本土個案呢，佢係42歲嘅男性，亞博嘅並冇出國。不過呢，值得大家來注意嘅係，佢先前就因為發燒去到診所去揾醫生看，不過頭先嘅處理家下，因為就發現過自家嘅美國、韓國屁股冇睇咧，故所要再個去強健嘅醫生診所去揾醫生看，故所呢，今比真實確診呢，也其中一個本土病例當中，因為佢冇出國時，韓國因為佢係13年後，所以也係本馬莎車尾到嘅，也係行外繼續查。故所呢，大家就開始當時講，係唔係台灣也係出現嘅三期感染？一個陳時中嘅表示講，希望講大家愛行較強心相關嘅一條，咪會繼續來進行。其他6個對境外駛落來嘅案例當中，除咗講有先前實去參加旅遊團，一個相互車來車去嘅一種情形以外，還有先前就係去到實同去美國嘅2兩公婆，所謂強病嘅病人機轉到台灣，故所將會被車到。另外就係主要係去出國去讀書、工作也都要轉到台灣嘅案例。韓國因為也係連續假期搶名有按冬年好了，故所一個指揮官陳時中佢係再個呼籲講，因為呢希望講大家唔好按呢人講人，因為呢係講大家冇保持一天嘅距離，離下現到嘅，強怕會增加一個感染嘅風險。故所佢再個呼籲係講一下呢係咪愛出去國內嘅有名景點，盡量就莫去嘅。韓國去嘅係講一下就投入到景點當中，實在大家愛行較強心到嘅，所以講愛離下現到嘅。保持社交距離以外，希望講大家趕連續2日出去行行了了嘅，會變較輕鬆啲嘅。不過也嘅風險並唔係放鬆，也就係防疫總得有辦事態態。再過嚟提醒，韓國呢今日表示講，早晨差唔多11點55分當主編呢，也係頭一擺指揮中心來發布嘅採訪也嘅近視嘅相關細胞公佈簡訊，希望講大家實在愛較強心啲嘅。
然后针对有当地人讲，今日按道嘅作业咩，一下对台湾来讲，全台湾的量还是有那么。今边呢，陈时中佢係講嘅幾下擺，講全台灣的作業咩量聽出係有啦。一早計算呢，佢今日就講嘅300，估數呢，佢係希望講，接下來全台灣有差唔多85%嘅人都拿得到2禮拜，也做得。睇人做嚟拿9隻，另外呢，生意呢買嘢到10隻，2禮拜做嚟買按度嘅量，也對台灣嚟講係絕對有啦。喺個見邊呢，同記者會當中，交通部委次長未有來到現場，一個次長祁文忠佢咪表示講，因為一下呢台中運輸公司係講總唔得保持一天嘅距離，底下引導嘅，就木頭查字地圖，然下木頭查字地圖來食東西，喺個再過來表示台鐵。高鐵接下來天公嘅意思都會搶填買便當、飯包，還有飲料也條食品。提醒大家食材愛來注意也條防疫自身，還有要記得帶嘴鹽嘅。不過睇睇連續2年呢，接下來係唔係也下要按當年個人廉價出去掉，驚怕接下來嘅疫情會控制唔下來呢？陳時中佢咪答佢講，對呀，食材佢咪當緊張，不過提醒大家要強心到位，隨時注意防疫。繼續來關心記者會現場嘅情形。讓大家知道哪一些職業互動呈現的風險比較大，這樣好像也符合那個指揮中心之前公布的原則。這樣，謝謝。好，我們可以請專家再研議一下。我們本來是以區為原則嘛，哈，到理這就相對就很明顯了。好，我還是要跟那個相關的這些學者稍微討論一下，怎麼樣才適合又不侵犯這隱私，讓大家能夠有這樣的一個警覺性。指揮官請教，就是我們都知道說在連假期間少出去這個原因，那可不可以請指揮官幫我們解釋一下，說後續啊，他可能會因為大家可能輕微的感冒，然後就會頻繁的去診所就醫，就這一點的角度來看，如果現在出遊，是不是會增加我們未來檢驗上的壓力？是不是可以從這個角度來呼籲民眾說，其實他帶給公衛上的負擔，其實是在這裡，不全然只有感染的那個避免的風險。那當然，一般我們現在是流感，雖然現在到尾巴了嘛，哈。不過任何的情況就是你這種群聚，哈，不管怎樣，你落賽嘛是有可憐哈，假拍巴豆啦、啥會哈，諾如病毒也還是在的嘛，哈。那流感這也是在的，那我們這個好武漢肺炎也是在的，好，所以太多的這樣的一個聚集，其實就應該要盡量的避免啦。指揮官好，有2個問題想要請教。指揮官剛剛有提到說，對於連假之後，可能這個確診會就是人數會增加，也對於這種情況相當緊張。那其實昨天台大教授有在自己臉書上分析哦，他說日本之前3月的時候也有連假，那結果收假之後，這個疫情急速升溫，新增的確診的速度是連假之前的5倍。那也擔心說台灣之後會不會也遇到這樣的情況，可能收假之後會有一波高峰，那指揮中心對於這樣的推估也是持相同的看法嗎？那第2個問題是，因為有基層醫師反映哦，因為現在近期民眾通通跑出來，那是不是未來民眾如果真的有一些症狀出現到門診問診的時候，那基層醫師是不是應該加入問民眾說，是不是有去過夜市的旅遊史，或是連續假期有沒有到國內旅遊的情況？那指揮中心也會覺得醫師應該這樣問嗎？謝謝。當然，在國內的我們大概很難叫醫師這樣來問，但是我們在疫調的時候應該會，這個是會包含在我們的疫調裡面哈，非常重要的情況。然後第二，你問我就是說會不會像日本這樣子，我不敢說絕對不會哈，但是我們的判斷是不會了。好，如果我們判斷會，我們就會都禁止了嘛。好，那之所以我們判斷不會，是我們的在社區相關的一些情緒或社區裡面情況，並沒有像日本那個時候在櫻花季那個時候的情況，他們的情況比那時候的群聚的情況比我們這裡要嚴重很多。好，那我們之所以就是說讓大家能夠多散心，也是因為相關的一個群聚並沒有啊，社區的傳染也非常的零星。
好，主要都是国外进来，那国外进来的大部分都应该都在我们的居家检疫之中，好，因为我们从3月19号、3月17号，我们大概那时候就是4点以后那在坐飞机的来的都在我们的居家检疫中，所以这时候已经没有那些从国外进来而没有在我们的居家检疫之中的，所以这2个理由就外来的 case 这些有可能的。都被我们框在居家检疫里面啊。第二，台湾在社区的传染里面非常的零星，所以我们才就是说，也就是说没有去禁止，所以当日本那样的情况是有可能，当然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我们在整个判断那样的可能性很低，然后跟整个社会的代价来相比，我们也选择了后面，当然选择这里面，另外就看到人这么多，比我想象那时候想象的要多很多。因为那时候都有点大家都不敢去旅游，后来发觉说这个旅宿业者，大为的成长，所以我们当然有一些就是说那气氛会比较紧张一点。但是我们在研判的时候，我刚才讲那2个理由，让我们这样子没有做出大规模的一个禁足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是这样子的。你好 ，TVBS 提问，想请教一下那个细胞简讯啊，我们想问说，为什么我们等到连假的第3天才发？而且有一则他们其实还特别点名到了垦丁，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昨天有提到说腹泻会纳入新冠肺炎的通报定义，那现在有没有这个考虑的结果如何？还有美国的专家有说，现在那个空气传播确实是有可能会发生。那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说法？谢谢。刚才今天讲就是说肯定会被特别标出来，因为它人超多的了，那其他几个地区就很多，所以我们特别把垦丁标出来，就那个垦丁的大街的人实在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才会特别针对这样的地点，其他几个地点我们还是有发，但是那个地方就特别标出。因为我说为什么特别另外发一个垦丁，因为垦丁就是特别多嘛。那对于相关的一些腹泻或空气传染，我们是不是志浩还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空气传染主要来自于一篇医学的研究那他那篇的说空气传染它是在一个严格控制下，控制温度、控制湿度的情形下所来进行的，所以一般大家都认为说，在目前为止的话普通情形之下，空气传染这种机会是很小很小。那比较有可能的是在我们医学操作的时候，也比如想说在插管的时候，某些医学处置的时候，这时候因为我们有使用的一些的器具所以说比较有产生所谓的 aerosol 这种气胶的这种情形，才会造成比较空气传染。在一般的情形之下，目前还是认为说还是比较不会空气来传染。长官好，3例提问。那个想请教，有媒体报道说，台北捷运之前有一个男子因为没有戴口罩被站务人员劝说，结果后来他对他发飙而且狂骂。那么后来传出是健保署的员工，然后健保署的李署长也有跟部长来报告这件事情。那么部长的说法是什么？就当天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然后另外也想请教交通部这个北捷双铁要戴口罩才能搭，那么目前有裁罚多少人了吗？然后它的金额是多少？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屏东县长潘县长有提到说，早上他跟指挥中心开会，有决定在屏东防疫指挥所，就是成立一个恒春前进指挥所。那么选择屏东的这个意义是什么？谢谢。采访呢可能相关，因为有这样相关的数字，我是没有。因为交通部是先超前部署了，我们要求4月1号就开始要全面量测体温，而且没有戴口罩就禁止他进入我们的营业处所，还有运输场站。那台北市政府是到4月1号还在跟我们联系。那原则上，上次在指挥中心我也提到，地方政府的部分我们是尊重地方政府，虽然完成程序的时间比较慢，那这几天有没有裁罚的案例，可能我们还要去了解。不过初期我想，他们应该是以劝导为优先啦。那有没有实际的案例？我想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好，那至于相关的那个在垦丁那垦丁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一次，就是人特别多，
好，所以我们对方也当做一个重点的对象。好，所以在这里面也特别提高警觉。所以早上我也跟那个潘孟安县长，那其实前2天我们那个副指挥官都跟各个县市长也都有相关景点的都有联络过。那今天早上我们跟潘县长也联络过，那副院长也亲自到垦丁那边在做郑重。报道者提问：因为昨天在桃园发生一个居家检疫的情侣烧炭自杀的事情。那这个部分会不会加强所谓的心理辅导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这2个人他其从日本回来居家检疫，那是不是有了解相关原因？是因为其他因素，还是因为居家检疫的关系？谢谢。当然我们会一方面当然也是相关的我们的本来的自杀关怀这一部分也会进去再了解一下。然后第二个，我们本来就有一些我们的 call out， 那卫福部本身有一个关怀中心，那我们大概都是在8天左右，我们就会给这相关的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的一个关怀的电话，也了解一下他生理跟心理的情况。那如果有相关的心理的问题的话，的需要的话，那我们也有心理师，会在就打电话给他，那再来做相关的心理的辅导。ETtoday 提问，想问一下就是之前有提到案268，他是工作室的老板，然后发病1天就转重症，想问一下他的状况是否有好转？然后目前台湾的重症人数还有几个人？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案366跟案347，昨天说他们匡列了142个人，6个人采检，请问一下采检结果出来了吗？然后我们在疫调中是否有找到国外回来的接触者？然后第3个问题是，昨天有说包机有一对母子发烧送医，然后刚刚新闻稿里面有提到说还有1人在检验中，请问一下那是哪一位？然后发烧的2人已经退烧了吗？谢谢。案268目前还在使用呼吸器当中那至于你刚刚说的，就是那个奥捷的旅游团的部分，那是这个嘛抱歉336。是给他团购的，目前的状况，应该我再查一下好了。我先讲一下不然奥捷团我就稍微说明一下好了。那奥捷团的这个部分，它之前说有17位嘛有6位确诊。那昨天有针对另外的11位请他们再去做采检，都采检完了，那还在陆续检验当中。目前是有知道，昨天有先跟各位讲的那2位检验中午的时候是说是阳性啦，那应该是明天的记者会才会讲。那我只是先跟各位报告那其他的9位还在做采检还在检验当中，对。那其他我再看一下。336跟47也是匡列1位，那还没有都检验报告还没出来，就是有3位是在发烧啦，那一位已经是阴性了，那个新闻稿上面有写，对。部长拍谁？刚刚健保署的那一题没有回答到，谢谢。那健保署属于他的一个员工的管理他好像是不是我们的正式的公务人员那他相关员工管理，我请健保署要把它处理好来。不好意思，中国时报提问，想请教一下，因为失智症协会他们有反映说，就对于说他们要戴口罩啊、社交距离这个规范，因为他们可能失智症患者因为理解力啊、认知能力的问题，所以可能配合上可能会有困难，所以他们担心说家属可能会有点压力，想说政府是不是可以，就是在他们没有办法配合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不要马上开罚，是可以给他们一些先责成，然后他们可不可以出示一些证明，说他们有这样的困难，然后再帮助他们保持社交距离这样子？谢谢。有这样的困难的时候，那当然只好去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嘛。那自己也要避免到人多的地方。那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困难，那也尽量也要避免搭乘大众的交通工具。
好，那我也跟其他的人再讨论一下怎么样。不过这个就相对的难了哈，它本来就在行为上有一些就困难的去，所以尽量还是要以先不要到出入到人多的地方为优先嘛，因为它行为上有时候也不好完全去控制。那戴口罩，它有时候又会把它扯掉，所以这样还是家长还是要避免到人多的地方。喂，不好意思，寰宇新闻想请教说，因为现在就有传出说用双氧水来蒸口罩，然后会有消毒口罩的效果，想问一下说这是真的吗？我们现在是干蒸了哈，赶快应该选一个时间我们来蒸看看哈。好，来。部长台视想请教一下，那个刚刚352这个案子啊，就本土个案这边，可以想问一下他的区域，然后跟他的工作的，他大概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另外刚刚有提到说他有9位的这个匡列的人嘛，那主要都是他的职场的同事吗？对，因为他独自居住，那个他的同事相对人都不多，每一次单班是2个人，那同时里面同事有6位。这都在我们的匡列之中。那另外3位是，就是总共说是有9位嘛？那同事有6位，那另外3位是？有7位，应该7位职场接触者了哈。那另外有2位是非同住的接触者哈，有人啦。回大爱新闻提问，想问一下说，就是那个大众运输没戴口罩开罚的规定，因为目前就是各地标准不一，想问一下会不会有一个统一确定开罚的时间？然后因为那个开罚的标准是什么？因为目前其实如果没戴就不能进去的话，是不是就没有一个就是可以开罚的一个时间点这样子？我想主要就是说，这个武汉肺炎的因应指引里面啊，室内要保持1.5公尺，否则就一定要戴口罩。那进出运输场站，他有戴口罩，但是可能他上了运输工具上面，他把口罩拿掉。那目前的做法大概都会先劝说，请他把它戴上去。那劝说不服的时候，才会去予以开罚。那个统一开罚的时间点有确定吗？我们那时候宣布起就做了，嘿。不好意思，中天新闻提问。刚刚庄副有讲到说，那个336保全目前最新的疫调还在看。那现在庄副有看到说大概有新匡列的多少人嘛？然后有大概的感染源的方向吗？然后另外想要请问说，因为侯友宜市长这边他有讲说，他觉得这个已经算是社区感染了，然后还说要区域封锁。想请问指挥中心这边的看法，谢谢。没有这个。如果你这里面我们验出了2、3个那其实你这种概念跟有点像是一样，就是说你是多发性还是单发性的。那我想到社区封锁还不到这里，但是强度的自主健康管理是应该要的。那我们也匡列了很多人嘛大概。目前就是他们社区的人呢加起来总共有388人哦。那已经采检了7位有5例是阴性，还有2例检验当中。那另外也针对因为他其实是住在比较偏僻的山区啦哈，所以他大概主要还是在工作的地方是比较有可能被感染的，这是我们知道。那他上下班都是用机车啊，那所以目前还在针对这个社区这边做详细的疫调，那也有正在针对他可能在发病前的这个录影带这边我们也正在针对这个部分来做详细的调查。那另外在他们的这个各这些住户的允许之下，我们可能也会在利用这些资料就是个案的资料，那就住户的资料来做这个健保资料的一个查询谢谢。
指挥官好，边客家电视提问，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个奥捷旅行团，因为目前是在裁剪中，但是因为现在裁剪中的话，他们所有团员都是继续隔离中啊，因为之前应该在1个礼拜前就解除隔离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刚刚其实一直有提到说有发出那个垦丁就是这个地方的那个一些假期的警示，应该说是提醒啊，但是。想请问说，因为都到连假第3天才发，是因为前2天人数暴增才会突然有这样子的提醒吗？不然会不会到第3天了，其实时间会有点晚了？然后另外就是还想请问说，因为昨天有提到说会考虑把腹泻纳入新冠肺炎的通报定义，那今天有确认说会纳入新的定义了吗？谢谢。那在前2天开始的时候，预想是使那个地方政府，在相关的地区也请我们的警察同仁，相关在那边做积极的宣导。那只是在第2天，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只是这样的一个宣导，好像那个强度还不太够，所以我们特别发一个警讯，让大家都能够了解这样的一个拥挤的一个风险性。好，那第2个在腹泻有没有要列进去了？腹泻这部分的话，我们专家委员会现在还在开会，还在讨论，还有结论的话会跟您报告。指挥官好，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就是关于案350，就是他在已经列为居家隔离了，但是他在居家隔离期间其实有出现腹泻以及胸闷的情况，但是他却是在居家隔离结束后自己跑去医院就医。那这样的情况，他在当时是没有就是主动告知这个的相关疫调的，就是他当时没有主动告知自己有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吗？那这样的话，他会不会有违反规定相关规范？谢谢。那这个个案我刚才有稍微也注意一下。那这个案就回来之后，他就到南部的地方住，那单独的住在一栋里面，那也曾经有跟我们的关怀访视的时候有反映，他都有相关的一些轻微的症状。可是每报告之后，第2天再去问的时候，症状就缓解下来。所以一直到整个完毕了，那他觉得被就我们解除隔离了，可他家里人非常不放心，所以就跟我们的卫生局在联络，卫生局在经过一番的询问之后，那就决定请他再来采检，那变成是阳性，大概是这样。所以根据这些案子的一个经历之后，我刚才也有我们的记者朋友也问到，所以未来我们在解除隔离的时候，可能有必要。再把它整体的在隔离期间的一个症状，再做一点 review，那看看是有一些可能以前认为比较不重要的相关的症状，因为隔10几天，大家知道这几天的变化都非常的快，可能在那个时候，是认为不要紧的，就放下来，然后到最后觉得都好了，那就解了。那现在可能有必要说重新回去看14天前的那些相关的症状，都要把它 review 过之后，才能够解除隔离。指挥官您好，那个中视新闻提问，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大众交通工具上面，就是饮食的部分是以劝说为主嘛？那接下来会不会考虑就是改成有开罚的这样的手段，就是像现行的戴口罩的部分变得比较强制性这样子？谢谢。就是说，如果劝导不听那我们就开罚了，所以说就是用。是餐饮的部分也是跟口罩一样都会开罚的意思吗？对，餐饮到目前我还没有宣布了现在还是以劝导为主你好，民视提问，就是关于这个335的案例，目前那个335本土感染跟291的状况，目前想问一下它匡列的情形，匡列了多少人这个部分？然后另外是这个奥捷团的部分，就是昨天提到说有2位是有肺部浸润的状况，那因为好像我看到一些资料是说肺部浸润的话，他们2位好像是没有症状，但是你们就是后来再去疫调说电脑断层查出有肺部浸润，那
可是好像有一些医学报告是说肺部浸润会有呼吸急促或其他的状况，想了解一下这部分是怎么样，然后目前他们的情况是如何？谢谢。335跟291目前就是有追踪的人数是有71位了哈。那到目前为止，有7位是在做居家隔离啊，64位是住家管理。那有关刚是好像有另外一位记者先提到说335跟291之间的关系，还有跟外交部，我们刚刚有先跟这个我们同仁在请教这335，他是说是跟外交部这边也没有什么关系，那在正式的回复。那至于有关他的临床的部分，等我等一下我再查一下，好，谢谢。好，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里，好，谢谢，好，谢谢大家。哪一个？哦，他说他的症状跟他的上瘾不太一样了。之前事实上好像有蛮多个案，就是说他自己不清楚他有肺